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张伟民。咱讲最近真正有真侪好消息，咱看到讲台湾教会甲家己采买这个疫苗吼是愈来愈侪种。另外，咱嘛讲到这个疫情是愈来愈放缓，咱看到讲今日新增加这个案例23个本土案例啊，一个死亡，咱讲这是2个月以来上低这个数字。另外，咱讲到今日是上大条的这个新闻，当然就是台积电、鸿海甲 BNT 完成签约这个动作啦吼。咱讲9月疫苗就可能来甲咱台湾。那么看到讲，因为 BNT 哦过去有做过12岁至30岁这个年龄层的这个临床试验哦 ，CCC 啦，咱看到讲周中心嘛，跟咱讲这批货若是到青少年，就是这学生囡仔先来做啦吼。另外要坚持着3个原则，是啥物3个原则？咱看到讲，伫咧原厂制造、原厂这个票啊，爱直接来送来台湾吼，这是咱讲谈判内底咱上届爱坚持的这部分。咱真正感谢台积电也好，鸿海也好啦，因超过差不多100亿的这个部分吼，新台票来买到，安尼各500万吨吼，拢总加起来1000万吨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回因为这个疫苗，咱看到有一寡吼。光啊，希望出现啊！咱嘛看到讲，大家吼想要做的这个吼人数是愈来愈侪。咱看第9类也好，第10类也好吼，即阵伫咧疫苗意愿登记平台吼，甲下晡啦为止，咱甲统计起来，差不多已经超过270万人来登记哦。但是咱讲吼，过去有一寡这个 AZ 啦吼，比较起来，咱讲吼。真正较少人登记，差不多13万人啦吼。但是这个意愿平台，佫去甲算啦吼，Moderna 也是占60%哦，超过172万人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 AZ、Moderna， 你2个拢有交的这个部分哦，超过100万人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考验着讲吼这个指挥中心吼，再个有这个东方吼，因做这个意愿平台。这个使用率的这个部分吼，另外明仔载开始就会人吼接到这个信息，你就要开始搁去你这个平台来去做一寡注文这个动作啦吼。另外咱头先嘛讲到未来3礼拜，咱讲台湾吼第9类、第10类吼上紧伫咧7月16来开始做。头前3个礼拜拢是 AZ 啦吼，所以咱头拄仔讲迄个问题吼，咱若讲着吼，真正的 AZ 若是做到一个阶段，无人要做哦，紧开放哦，咱讲下底的这个年龄层啊。另外咱嘛讲着，即阵咱台湾有 AZ、Moderna， 咱讲9月可能就这个 BNT， 另外国产疫苗当时要起来吼，安怎来进行调配，这拢是政府的责任啦吼。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来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先带大家来关心吼，这个指挥中心下晡啦，咱看到讲1个月以来吼，这个2个月以来，咱看到讲本土人数23个是上低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一寡疫苗，咱讲注射安怎来去排顺序吼，这嘛真重要。先做来听。好，本土的病例哈，总共23例哈，那居隔阳性的哈有9例，那居住的县市哈，它是集中在双北哈。好，所以在预估未来的案件数，除非有特别大的一个群聚，那否则应该是好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确诊的案例数。好，那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持续的好减少这些相关的案件数。从7月13号开始，那除了家事移工以外的其他的移工，都可以再做转换雇主的部分。那但是有一些要求就是转换完之后，必须在3天内去安排移工去做 PCR 的检测，那要安排1人1室。这个14天的这个期间期满之前呢，3天内一样再做一次 PCR 的检测。好，那基本上都是维持2个都维持10到12周，但是目前还是不能混打。到今天中午1点。有2723608人，那里面还是以登记要打 Moderna 为多，占了60.84%。咱头听了之后，个指挥中心有讲到注 Moderna 也是较济啦咱即阵咱来讨论着讲这个疫苗注射这个部分，尤其咱讲未来 BNT 可能嘛是一大重点啦补充要来介绍的是咱的这个来宾，透过连线，咱要连线前卫生署署长涂成哲，署长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啦，署长甲你先请教啦吼，因为咱过去吼伫咧疫苗采买这个时阵，咱有看到讲鸿海也好，伊先头一个发声吼，讲要买500万吨。另外咱看到讲台积电嘛随吼参加入来吼，咱迄当阵嘛有看到讲总统佮邀集两间公司的这个吼董事长吼，咱拢来坐伫总统府好好来讨论吼。当然内底有咩咩角角吼拄到这个问题啦吼。啊，今仔日咱嘛看到讲吼，真侪平面媒体咧报道啦吼，讲啊鸿海吼伊开第一站吼哦，咱讲吼第一支站吼，第二支站是咱讲到这个台积电写出来，第三支站吼是这个租借啦吼，啊租借这个部分可能未来嘛会遵照这款这个模式啦吼，但是内底有真侪咩咩角角，啊中方内底佫有一寡这个因素吼，咱讲可能有一寡这个中国因素，但是这个咱等下当看到吼，这个过当讲内底今仔日咱看到吼，今仔日当签约无北京的这个因素吼，但是内底咱佫有啥物咩咩角角先请教这个署长啦，署长来甲咱分析一下。好，咱台湾吼，这个疫苗的问题吼，唔是讲咱买了伤少，还是袂晓买，啊是因为送来了伤慢啦吼，因为有足侪种原因的关系，啊因为这送来了伤慢吼，即马当然足侪民众会紧张，因为这疫情关嘛，所以叫大家讲啊，政府较慢买啦，咱家己来买啦，啊这个咱家己来买内底主要是吼，足侪种南洋的市长啦。啊，宗教人士啦，哦，也是讲像郭台铭伊这企业来，拢讲要出来帮忙，啊，所以我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郭台铭吼疫苗吼泰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啦，吼，啊，实际上就是讲，郭台铭要买这个疫苗，我才感谢，感觉足好诶。但是我迄阵有甲建议讲，啊，你佫讲一定爱买这个上海复星的这个。疫苗，你敢袂使讲全钱管出来？或这个陈时中因去讲买到什么种的？美国的 BNT 嘛袂要紧哦，啊无美国的莫德纳嘛袂要紧，还是甚至交生嘛袂要紧哦，单单讲安尼。啊尾啊，总统甲因印名了，讲出几重点吼，就是讲一定爱为这个来哦，啊这点吼，我是感觉讲。然后大家较安心嘛啦，你就袂讲走去中国，啊，唔知安怎分装了，内底品质唔知安怎的。是。但是这边吼，终于达成任务啊，1000万这要来，我真欢喜啦。但是内底大家一看，但这充满了政治跟经济嘛，吼。当然，这个经济来讲，唔知是安怎讲来讲去，佢拢干那要买 BNT，啊嘛无爱买美国 BNT， 一定爱买德国交中国，上海复兴。这个合作的这个 BNT，这意思就是讲内底有这个经济因素，就是讲因为这个复兴拢卖袂出去啦，中国无爱甲伊买，啊，所以这样库存到底要安怎安尼啦吼，啊，但是吼，伊这用袂了的，较紧来促销，所以透过这个管道拢讲要来卖啦，卖台湾啦，啊，台湾所有的人都拢讲这项尔，拢无讲到招生，无讲到迄个美国的迄个。那当然，拢无讲别项，拢讲复兴了，才有人咧促销啦。而且促销中间尾啊，咱才买到1000万剂，我想当然是会使真欢喜，但是内底经济因素就是因咧促销，啊有人趁这个中间钱。OK。这边交上海复兴嘛是可以趁一个中间，这也应该啦。但是尾啊有一个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就是讲，国台办伊就会出来讲啊，这个中国帮忙台湾的嘛，哦啊你呀。问迄个要去问迄个陈时中，啊你爱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复兴感谢无安尼啦吼。OK。所以这内底有政治因素在内底，但是这个BNT拿来吼，我是我拍破啊，因为啦为德国来吼，会当至少回来的疫苗，你讲是强感觉。OK。会当安心落来，这点 OK 啦。好，感谢署长吼，等再搁请教你啦吼。咱头头这个署长嘛有讲到吼，有诶这个吼真侪种这个疑问吼，像迄当阵要买这个吼德国含这个咱讲上海复星啊吼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这回其实有转过吼，甲这个香港这个部分吼来去做一寡这个签约这个动作。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啦吼 BNT 啦吼，有人讲要买这支。伊会当住12岁至18岁吼，这是因要买吼另外一个大重点。然后咱讲吼，这个少年朋友也好啦吼，也是讲这个高中生、国中生拢会当来住这支吼。可能咱讲从健康的角度来去看，电脑吼讲会过去啦吼。但是头拄啊，署长嘛讲到，
咱讲吼，美国吼，这个 BNT 其实和这个 Pfizer 嘛做合作吼，安怎来去做一个买卖这个动作，其实有真侪政治甲经济这个因素。咱搁一届来看到讲吼，咱所经历的这个吼重要的这个时定啦吼，咱看到讲5月23，迄当阵贵党伫咧面册就表态讲，哇，我要买 BNT 的这个疫苗。另外6月初1，因就开始准备着这个吼一寡资料送去食药署。但是当阵就一寡风波走出来，就是讲啊，这个政府可能甲我卡关啦，什么等等有诶无诶。另外，伫咧6月初10吼，咱看到讲另外一间大公司，或者是台积电出来吼，台积电即回吼，迄当阵吼，国早总统吼，甲这个鸿海烧招来去总统府坐咧吼，斗阵参详吼，用着这个政府授权的这个方式来去买 BNT 啦吼。7月初1用复星吼，这个吼签 MOU 内底。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这啦吼，伫咧今仔日吼，昨来去决定讲31甲这个34美金吼，差不多1000块的这个吼代票这个部分吼，1000万吨，这是鸿海甲台积电1000万吨。然后咱讲可能9月这个时阵就来到台湾。咱讲吼过去一段时间来，咱讲吼迄当阵咱台湾有这个东洋公司啦，等等这个公司啊，另外咱本地已经要签约，但是咧签的时阵，因为这个字数吼拢无共款吼，大家要义的这个所在，咱新闻稿头顶写我国、咱国这两个字。另外吼，咱英文稿写台湾吼，啊尾啊，咱讲吼，甲这个台湾版改做台湾，但是破局这个原因，有人讲是这个吼，这个733吼，伫咧 BNT 内底一个中国人吼，来伫遐吼做一寡物件啦吼。另外，其实即回咱看到讲两间公司拢去吼讲了后，有人讲吼台积电啦吼。伊即回嘛扮演真重的这个位啦吼，伊讲迄当阵鸿海咧买的时阵，733也伫遐卡关啦吼。另外台积电有人讲看到伊即个品牌真大，所以伊讲吼，这个去讲吼较容易、较简单吼。到底是毋是安尼吼？另外，咱过来看讲吼，咱有整理到另外一个报道啦吼，就是针对着疫苗的这个采买，咱讲 BNT 这个部分过去咱有安尼这个签约这个动作，但是买出无成。另外，咱讲到吼，即回鸿海甲 BNT 内底政治佮经济因素，也有啥物先做来看？12透早6点外，台积电甲鸿海发布重要信息，公布因分别捐500万剂的 BNT 疫苗互惠服务，捐的金额包含买疫苗、冷链物流等服务，无超过1亿7500万美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上海复星的总裁吴一峰表示，为台湾防疫担任正面的角色是真荣幸。德国 BNT 药厂的执行长沙欣是强调讲，真欢喜提供欧洲产的疫苗给台湾。这个消息对台湾的疫苗供应来讲，确实是好消息。事实证明，就是没有政治的干扰，真正默默做事的人，其实是可以有志者事竟成。而这就是对于外界质疑跟嘲讽，其实最好的一个回应。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强调讲，这段时间无北京来介入，感谢以商业谈判做本质。不过，这个合约其实是上海复星医药先公告正式的。包含执行的状况、风险提示，还有即届交易会牵连疫苗伫当地核准等等。也拿疫苗的成本对德国买是一档大约30美金，加上运输、冷链等成本，一档是33美金，和上早东洋要进口的计价差不多。不过也和当初时信东报的45美金有争差，引发拿力立委相抢。后来之所以破功，是因为香港亚克城找到了讯东，找到了吴委员，吴委员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当时陈时中一直讲说有外力介入，郭台铭董事长讲得很清楚。这一次北京没有做任何的指导或者是干涉。当时的时空环境、买的量都不同的时候，是很难做比较的。那至于台积电或者鸿海到底买了多少钱，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公开，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做任何的一个比较。疫苗合约签了，过来就是等疫苗到货，因为是搭配生产，该做真侪检验。按算上紧9月份、10月份会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即阵已经完成签约吼，9月可能会当来到台湾吼。咱嘛讲到吼，这个 BNT 其实12岁到18岁吼，有这个临床试验吼，这个青少年优先来做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买这个过程吼，咱讲郭台铭吼，过当的伊嘛是真正吼辛苦伫遐走总啦吼。伊讲吼，即回内底吼，感谢吼关键吼，这个咱讲吼采买这个期间。
伊讲即回无北京吼，这个对采买过程有任何这个指导甲感谢啦吼。另外伊讲吼，这个采买行为拢总属于是商业的这个条件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咧吼，若是遵照吼这个过当的这个意思来看吼，真正拢无政治因素吼。咱继续请教这个周县长吼，这个咱讲周律师啦吼，咱看到这敢真正有影啦吼，来。好，今仔日吼听到这个消息吼，我想全国人民吼拢会真欢喜啦吼。咱嘛要感谢这个贵党的含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老党的这两个迄个党的吼，甲咱这台湾人民吼捐献互咱遮济疫苗吼。会当买到遮个疫苗吼，对咱来讲吼，实在是真好的一个代志啦吼。头拄主席咧讲吼，其实咱一般的民众吼，咱咧听讲吼，内底安怎去买，安怎买，什么政治啦，什么经济因素吼，其实咱的迄个民众吼，可能较无关心这个代志啦吼。咱就是讲，咱有摕到，咱煮会着吼，即码摕到了，咱要大家拢会煮会着，这较要紧啦吼。毋过呢，咱嘛是要体谅啦吼，因为咱头拄看讲吼，迄个上海吼复清的迄个吼，有一寡迄个宣布的代志嘛吼，嘛是咧写讲台湾地区来讲，敢若要小可要食豆腐安尼啦吼。其实吼，你讲这个商业吼，若讲进行商业行为的时阵，咱早就买着啊嘛，那等到今仔日咧吼，对不对吼？所以吼，咱吼嘛袂使讲吼，因为咱这个过党的吼，有一个真济事业吼，拢伫咧中国啦吼，咱来甲体谅啦，因为伊即摆嘛对咱台湾人民做这个代志吼，咱来甲感谢啦吼，咱伊若安尼讲的时阵吼，其实咱嘛爱甲体谅啦吼，啊无你想看嘛来讲吼，伊即摆若讲吼无讲这个代志出来吼，小可甲讲一下吼，讲啊感谢这，咱也着甲感谢咧，啊咱一个派出兵，逐工甲咱拍，今日无甲拍，咱甲感谢，哪有即种代志咧吼？啊，但是咱来甲体谅啦吼，因为吼即个吼，伊做这个代志为咱好吼，但是伊一寡事业伫遐吼，啊但台积电吼，伊就较无即个代志啦吼。咱但是吼，咱拢会当达成即个目的，咱来甲肯定安尼。是，所以这个理事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内底然后这个一寡这个商业的这个考虑，咱讲这个过当其实伫咧咱讲中国也有这个事业，但是咱看到个上海复兴这个文件内底吼，其实处处拢咧食咱的这个豆腐伫咧，然后所以咱看到真正伊讲吼无北京的这个因素，伊可能是吼咱真正爱去甲体谅一下啦吼。啊有影咱看到讲吼，因为这个台积电有人讲啦吼，这个嘛媒体报道，台积电这个角色嘛是真重要吼。有人讲伊是这个国际大品牌，而伊个这个咱讲吼。上重要，这个晶片伫咧内底吼，全球安尼，大家拢看有啦吼。啊，过去咱嘛有一段时间，咱嘛有讨论过吼，这个德国讲要吼晶片吼，要用来换什么啦吼。咱其实有安尼这个讨论过啦吼。这回因为台积电的这个角色入来，咱讲吼加速着吼，鸿海甲台积电拢总买着这个 BNT 啦吼。另外本地吼，敢若鸿海咧去买的时阵，有一寡这个冷链啊，还是讲吼处理保险等等这部分，这回拢总会当做回来处理啦。咱看到讲吼。这个部分吼，伊表这采买冷链这部分，也是讲吼处理吼，咱讲吼差不多拢是1.75亿的这个美金。这回有当时啊吼，这个部分的这部分，咱讲吼冷链的这个部分，会当来去做一寡吼负担啊，共同来负担。另外，这回咱看台积电这个 BNT 采买这个方式，是国际采买这个合约吼，毋是甲这个上海、复兴、甲香港、澳门采买这个。港澳模式啦吼，咱看到讲，这回真正是较无共款啦吼。另外，咱看到 BNT 执行长沙信，伊是安尼讲吼，这间公司真感激会当提供台湾人民伫咧澳洲生产吼制造这个疫苗吼。但是咱看这个上海复星这个部分吼，伊讲吼真荣幸的，咱看到复星药物吼这个疫苗研发的这个疫苗吼，会伫台湾防疫工作扮演着这个正面的角色。但是咱讲到这个 BNT 吼，伊过去咱知影是德国和美国这个 Pfizer。共同的这个技术吼，真正伊阁要直接食一个豆腐，咱阁继续请教林秘书。其实哦，你要讲中国的复兴，讲无政治的考虑，我嘛无啥相信啊。伫中国的立场来讲，我相信复兴嘛是有爱互因领导人啦吼，中国的领导人当然伊才有可能讲要卖互咱台湾嘛。啊，若无讲实在，来台湾之前直接到尾伊就同意就好啊，何必就在咧计较遐济？我若讲实在，我若今仔日是中国的领导人哦，我讲好，我买1000万的迄个 BNT 疫苗送互你台湾，你就要统战啦，你就要统战，就遐阿萨利一个统战1000万互你，我觉台湾看到迄1000万，唔知要安怎。唔知要安怎应付，都唔知影咧。就是讲，这个 BNT 也是科兴吼去选择的时阵，大家原来唔知安怎应付安尼。你要统战那个，我相信中国吼了不少一个统战的迄个
迄费用内面嘛。你若讲这上好的统计啦，我1000万的疫苗送互你，你台湾要接受唔接受？我想咱台湾种搁踹一个讲哦，啊你当初拢对我遐歹，安尼甲计较甲济，即摆送一个1000万疫苗，我唔知要安怎接受，我就在考虑到要死，佮不然半暝搁在开会，讲唔知要安怎接受唔接受咧。实是安尼啦，即个 BNT 的疫苗是德国抢的，嘛是美国就一起合作的嘛，所以咱若讲辉瑞、Pfizer 加迄个德国这 BNT 两项合作的，这是两个工厂嘛。是。啊，这个疫苗来讲，你若要进来台湾，咱台湾绝对欢迎的啦吼。其实咱台湾也较早卖安尼，那遐下面咧签约啦，计到这边，咱这国迄国，啊，但是讲实，咱若真正讲写台湾，伊敢要互咱，伊嘛无要互咱啦。伊就是讲，你若甲写讲阮台湾地区，哦，伊讲哦，我台湾地，我是你中国一部分，逐项嘛送互你。哦，啊，但是就是无法度安尼做嘛，国家有国家的国家啊。啊，所以我是讲。台积电是来讲，甲鸿海因总是大公司哦。讲因的产品，伊嘛是咧卖国外，尤其台积电迄晶片，这个晶片，各国咧甲抢甲要死，德国嘛足需要的。你看德国迄阵嘛写批来讲，希望台积电赶紧送晶片，无伊的车啦，伊的什么电脑的系统无法来运作啊。美国嘛是安尼啊，所以我感觉这台积电、鸿海嘛是安尼啊。我的产品，你甲我肯定，我有这个实力伫的哦。 你今仔日，你若讲我要甲你买，你根本卖互我。安尼你以后要甲我买晶片，我是毋是有咱卖会当无爱卖互你？对不对？啊，所以阮就咱这有实力伫的哦。啊，所以当然，因为目前的这个疫苗拢爱有政府的授权才会，因为这个目前这疫苗拢毋是真正的产品，是这种是临时授权的嘛。啊，既然是临时授权，一定要有政府的授权，才有法度入来。是，伊这毋是讲产品讲会当买，你若讲有法度产品买吼，咱大概吼。 积极的一寡钱，积极来买一寡米，买一寡迄个疫苗来，搁卖互中盘，搁卖互小盘。你看偌一人会当买一支，你搁2000块、5000块，冇人要买啊。进行啊吼。对啊，这性命的问题，当然嘛是人当然来买啊。所以我想，你讲无正理的时候，我也无啥想，但是不过不管啦，咱当然是性命爱先考虑在内啦吼。咱若讲啊，咱只较委屈的，甲买嘛无要紧啦。OK。但是吼，我想。 对中国来讲，我是感觉两方吼，唔通甲咱遐计较这代政治因素吼，甲咱台湾甲中国吼卡甲要死吼，实在是唔是好代志啦。那真正讲中国你是一个大国来讲吼，泱泱大国卡杀你来讲，我讲实，我搁买1000万的疫苗送互你嘛无要紧啦。我讲实，真正来讲，我1000万送互你，台湾的错来蛋唔知。电到头壳摸咧烧的是咱的这个政府啦吼，所以公，你说唔知要咱接受唔接受，就真拼咧。OK， 这是咱讲吼，这个秘书吼提出来这个另外一个观点吼。另外，咱嘛来讲着吼，为什么这回咱讲吼，这个12岁至18岁这个卡刀啊，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少年朋友，真正非常重要吼。咱嘛看到讲吼。 这个部分，因为咱看到 BNT 啦吼，有人讲伊是临床试验，今年3月份的时阵就公布着一寡吼，这个试验这个结果，伊嘛是唯一一支车吼，会当注着这个年龄层的这个部分。现在伊要买吼，这个咱讲 BNT 啦吼，这个理由我感觉上讲会过啦吼，比起咱头段嘛讲着吼，有遮尔侪品牌 ，Moderna 也好，因为因都做过这个临床试验，排除掉咱讲政治经济这个因素。继续请教这个洪医师。 拄啊，咱主持人讲了，那会安尼千选万选选了一支 BNT， 拄啊讲了，这个伫个少年囡仔的实验已经做过啊，证明是有效，因为安全。我相信吼，其他的药厂即个疫苗陆陆续续会做差不多同款的实验，用来证明讲到后壁有真侪种的疫苗是对囡仔因为是有保护力，因为是安全的。啊，今日伫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咱陈部长有讲了，啊，所以会来选即个 BNT， 莫丹啊吼，会做后壁，咱明年到后年啊要采买的主要重点，1500万剂，有几啊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讲，因已经证明确实是有效。OK。第二个相关的研究已经拢有发表。是。第三个部分就是讲，伊咧。 强化这个稳定度，啊，交咱的要排咱的时间的这个 schedule 吼，对咱台湾较有利啊。OK， 拄啊，林秘书讲了吼，啊，中国这件英准啦，一定是领导同意，上海才有可能同意叫咱台湾来签约。
啊，这个代志吼，拄啊，咱头前一张，我感觉德国交咱台湾双方面的大赛，其实已经拢针对这个代志有发表因的看法。是，这什么意思？就是咱双方的政府，其实嘛是拢有咧接受。OK， 这代表什么意义？政府甲政府之间，一定有咧接受的啦。OK， 这代表什么意义？代表全世界自由民主的人民已经成型啊！是，不止伫咧国家的安全，不止伫咧咱的资讯产业、IC 产业、半导体产业的合作，伫咧疫苗加防疫，大家嘛拢做伙啊。是，所以基本上民主自由的力量伫咧对抗，某一程度是较专制的这个状况。我最同意林秘书拄仔讲的迄句话，伫咧古早吼，春秋战国时代，孟子啊，即咱知影孔孟思想嘛。是，孟子吼有一间去齐国，齐宣王问伊讲，啊，咱隔壁国，大家要做伙，敢有啥物方法？即摆话就等于是外交要哪做就对啊。OK， 啊，孟子就讲了吼，只有有仁爱心的人，才会用诶有一个心态，以大来交小国，来做伙交配啦。是，啊，以大国来交配小国，这6天啦，基本上占个保伊的天下啦。啊，那咱台湾这是小国，是，交大国做伙，这靠咱的智慧啦。OK， 咱交大国做伙，咱的谨慎小心啦，真敬畏啦。OK， 畏天啦，有为天，咱能够保家己的国家啦。是，伫咧春秋战国的时啊，所有的国是较小的城邦咯，城邦啦。是，天下是大的，迄个叫做中国思维，迄个概念。是，所以简单讲来讲，你若愈大国，若有慈悲的心，仁爱之心吼，莫讲定然要食小国的豆腐 ，OK， 要甲立好死，是，基本上你会互大家尊重啦。有影，啊，咱做这小国的吼，基本上伫咧这国际的环境内底，咱是步步为营啦，是，一步一步行为稳。咱这边有法度买到这个疫苗，基本上就是证明讲，头前无论伫咱中央政府，也是咱的企业家，也是咱的祖先，也是宗教团体，大家为了守护咱台湾百姓健康平安，分头齐进，啊，达成这样的目标，是让大家足欢喜。有影，咱看到讲吼，无论是这个鸿海好，台积电好，未来可能是租借也好，然后其实咱讲这个模式一个形成吼，咱头拄嘛一直讲到中国这个因素，但是咱爱好好考虑到台湾政府和这个德国政府合作的这个因素吼，嘛扮演真重要这个角色伫个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吼，德国吼驻台吼这个部分吼，伊讲吼联系到吼。咱讲 BNT 啦，表明支持台湾得到疫苗的这个必要性甲重要性吼。其实咱看到讲，因为这个经济部长伫德国国内吼，其实嘛济届含这个 BNT 来去做记者啦吼。所以咱看到这回这个因素真正，咱讲涉过上海、涉过中国这关吼，咱讲甲这个所有卡关的这个因素拢排除，咱讲疫苗已经签了，但是咱讲真正买。爱教会才有准绳啦吼，所以咱未来望伫咧教会这个时阵，咱讲 BNT 会当加入伫咧咱讲防疫这个部分一个大重点。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加买1500万吨这个次世代 Next Generation 的这个疫苗吼，咱 Moderna 这个部分，台湾是要准备甲这个 Moderna 吼，咱讲次世代疫苗要甲伊当作是第2档还是第3档这个部分，咱做回来看。行政院早起举行 BNT 原厂疫苗关键专案说明记者会，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这届疫苗采购关键完全符合原厂制作、原厂标签、直送台湾等3个原则共识甲期待，而且是全部无偿提供予政府统一运用。中央感谢2个单位的坚持甲努力。另外，外界咧风声认为政府咧卡疫苗采购，罗秉成表示，这个讲法真无公平。在昨天晚上9点半左右。才将捐赠契约提交审阅签署 ，CDC 的同仁则是连夜的加班审核，大约在晚上11点左右完成签署程序。如果要拖，合理的时间给个2、3天，好好审阅没有问题嘛。如果想挡，找个机会借个题目挑挑里面的问题，说你这个文件不齐备，这些不实的谣言传言，到今天为止。
今天就足以证明政府的态度跟做法。另外，针对疫苗的介绍，有经立委指出，陈时中部长捌讲过，无看过 BNT 一档30多块美金安尼的介绍，陈时中对此嘛做出回应。我以前的眼睛没有办法看到现在的结果了。未来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价格，但是在前面的时间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有各种价格的一个变化。那我想疫苗这个市场它也是千变万化，根据时间上的不同、购买量的不同、状况不同，各有不同的价格。事实上也都没有敲定最后的价格了哈。今日针对记者提问对上海复市是毋是有回应，陈时中表示这是一个健康的议题，需要大家共同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壳嘛讨论过吼，咱讲 AZ 即阵有啊 ，Moderna 即阵有啊，9月即阵 BNT 可能嘛已经来到台湾，但是这个数量偌济也唔知啦吼。有人讲吼是100万吨起跳吼，一届来拢来啦吼，有人是讲分批来。另外咱讲吼，这个国产疫苗本地，加咧又讲吼，7月这个时阵可能 EUA 这个部分会当通过，然后但是有一寡这个执意的这个部分安怎来去化解。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疫苗平台，咱讲今仔日吼5点的时阵已经截止吼第一波这个部分，咱未来吼第1礼拜甲第3礼拜拢要做 AZ 啦吼。啊，头拄咱嘛讲到一个统计啦吼，咱讲这个统计就是讲哦，6成的人大家拢爱做这个哦 Moderna 啦吼，另外2个拢会当差不多3成比例，另外上少的就是 AZ 高一支，你若有意愿的人差不多才10几万尔吼。继续过来请教署长啦吼，针对这个问题会变成咱讲吼，这个疫苗分配这个大伤脑筋无？来，署长。这是安尼吼，这边的这个疫苗 BNT 入来吼，1000万剂还是1500万剂，这是对咱台湾吼，心佫较安落来吼。这边吼，会使讲，多林律师讲，中共吼，伊若较慷慨咧，怎送咱吼，头壳平起来呢吼，伊袂啦，因为说伊家己也无互伊这个支收钱啊，因为中国也袂当做 BNT， 送别人的怪怪咧。伊上爱上的就是中国家己做的啦，但台湾袂当接受嘛，所以这边算是圆满结束啦，哈，圆满完成啦。意思讲咱台湾我坚持总统讲的讲，一定要原厂铸造、原厂标签，会使打一个上海迄个复必泰这类会使打是安尼个对啦。啊，当然因贾道夫我会讲是因的啦，哈，所以这边吼该用谈的我无因谈啦，哈，我解决因的库存量是这个。这量怎为遐出来，怎算做因的扩大值，安尼大家当接受，所以真欢喜。但是这 BNT 入来了，有人讲，BNT 看起来咱有较好吼，保护力有90几%嘛。但是这保护力有几种因素来讲啦，是保护你莫感染，还是保护你莫重病、莫死亡，都无共的哦。是。所以吼，若真讲 AZ 来讲吼。伊的保护力，若出2车了，出了80%左右，安尼是袂歹啦吼。若对这个新型讲听也小可有效嘛吼，我有效啦。若真讲保护你，互你袂死亡、袂重病，这是100%，就要100%都有效啦。所以若真做 AZ， 要继续做袂要紧。当然，即摆以后若 AZ 资料代表哪，第二这你是要做迄个 BNT 吼，还是要做Moderna会使袂？这个混打的这个政策，政府吼也唔敢直接讲，但是足侪研究拢出来讲混打无较歹，绝对有较好啦。但是不混打 AZ 就 AZ 嘛袂歹啦，所以我人另外我家己你要混打，我是讲我会使接受混打啦。当然这混打是咱做 AZ 来混打 BNT 还是混打Moderna是好啦。你若Moderna BNT就袂使去混打 AZ 啦，这有情绪无共吼，因为咱这是较多样性的，对啊，这 BNT 类当做这个 booster， 所以讲加强版的这是可以的。但是若真无，我买去做 AZ 啦，因为这块咱台湾有什么疫苗，这个做什么疫苗，上重要讲，去大陆做，愈侪人做第一剂，安尼愈好。若真有法度通做第二剂，混打好，无混打不要紧，请大家一当做，拢尽量去做。像唔通去惊惊惊啦吼，你论到什么你可以做什么就好啊。OK， 感谢署长啦吼，咱讲吼，即阵
疫苗注射率超过356万人注过疫苗，然后咱讲涵盖率嘛已经超过14.87%，差不多已经15%了吼。这个表示讲咱这个月甲这个顶个月6月中开始这个大规模来去注射，等于有看到一丝丝效果。但是咱头拄嘛讲过 ，AZ 也是较少人意愿去做，但是咱冇讲啦就是讲真正开放到这地高率、第10率，若无人去做 AZ 的这个话，要有剩的话，紧开放后一批年龄层的人，咱继续请教周律师。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啦，因为未来的3礼拜内底咱拢要配这个 AZ 啊，比如讲你若配 AZ，若较少人做，你正像顶个迄大型的注射站嘛，拢医护人员踮咧算手机无人来做嘛是浪费咱的时间，因为咱要拼讲伫咧月底要到25%这要真车拼一个其实咱普通时咱做医生的人咧看患者是安尼啦有的患者来讲啊，我即马人足艰苦，咱甲讲你这可能好了爱开刀，伊讲无要紧，医生你紧甲创好我一定要开刀，但是等伊好了伊讲无爱小个看卖下因为伊就无紧急个嘛所以咱即摆疫情慢慢较无遐尼紧张的时阵是，所以有的人就讲安尼我会使等，你其实你若讲疫情真紧张的时阵有的人伊就袂等啦所以咱即摆爱有一个春秋啦袂使讲咱干那为迄个咱迄个政府迄边的迄个预约系统啦你比如讲我今日配偌济来互我这3礼拜我毋就一寡医护人员踮咧等患者等袂着。所以嘛会使为遐来去预约无毋对，但咱即卖迄个咱的诊所内底其实拢有一寡名单伫的，伊是进前咱要来做迄个针剂啦其实佫足多啦，伊拢做袂着啦。其实遐个人有的嘛毋是第9类、第10类的，伊是18岁以上到50岁嘛伊拢有即个意愿AZ 伊嘛要做嘛所以若是讲安尼时，咱会使两个来配合一个比如讲咱即卖为即个党政委迄边的名单有完的来。我今日我能力我来使住100个人但是我有约的敢若60-70个，你就开放互我来决定，我这30个我一寡伫我遮登记的遮我甲叫来自助。OK， 安尼自助的时阵才袂讲落来个交倒转去。你即马这3礼拜，敢若讲你摕较侪来，做无完个摕倒转去，做完个摕倒转去，安尼这时间拢前去啊啦咱若讲反正咱即摆是要注伫国民的身上，有意愿的人，但是伊即摆无符合嘛伊18岁以上甲迄个50岁，佫无伫第9类、第10类，迄真侪人爱到要死。你看即摆我看迄个有一个病院讲过顿有10剂前一暗就足侪人去排咧啦，干点安尼互帮定啦啥伊嘛甘愿就对所以真侪人的需要，咱爱甲考虑着。咱政府莫讲惊讲你这摕去投注啥，你都要共做啊，都无人要做，你哪会去？这个烦恼这个代志迄古早是因为疫苗无够，大家拢要做迄个有这个好心肝事业，实在有迄个代志害到即摆大家拢袂春秋，害大家惊啦对，迄个事件实在是影响到即摆到即摆嘛还袂有一个结束伫啦我是感觉讲咱即摆爱互咱的迄个医生医护人员咱毋通点浪费时间，咱就是要车拼要拼讲要甲做到25%嘛所以讲你即马咱已经知影讲，这个 AZ 这个注文的人伊登记的人就较少啦登记的人若较少，咱即马若讲注文来预约的人嘛无讲遐济的时阵其实就变讲啥物做册啊啥，落开放落去讲咱每一个诊所，我像两位先生拢伫咧遮伊的诊所内底，伊拢可能已经可能排几啊百案例啦是拢踮咧等遮的人就是手出咧要互你去做的人你无爱甲做再咧烦恼东烦恼西我是安尼是真不敌的啦。其实咱咧算起来，咱讲即阵台湾有700多万吨的即个疫苗啦安尼算起来，咱差不多一半AZ 较济一丝咱嘛有人咧讲其实咱即个 AZ 若是真正注袂过即个话啦就是讲即个咱讲注射意愿较低即个时阵，咱紧开放着第10类以外的人因为咱讲即个疫苗平台即阵是开放第9类、第10类来去做登记尔。其实咱讲18岁到50岁，即卡刀的人真正想要做的即个意愿真济，你倒不如你讲我即个注文的即个系统，我大家来去登记意愿是倒位。若真正亲像即个 AZ 无要做的即个年龄层第10类，抑佫有剩的话，紧开放可能是50岁、49岁，安尼一直落去，咱继续请教林医师。对啦，我同意主持人讲的，甲周医师讲的啦这确实是一寡人对这个 AZ 这个疫苗有较烦恼啦其实我感觉大家啥物遮烦恼，我是讲啥物人先做这个 AZ 疫苗的？医护人员啊，医护人员做
死活一个？无啊。啊，是安怎处理迄老人死差2-3摆，啊，这2-3摆背景你咧知影咱较早住是最什么几岁开始住？85岁以上。我当时咧住迄85岁，我住上济年纪的是101岁，我较住咧这我就惊到要死啊！我啊，这101岁啊，台湾的平均的寿命才偌悬。查某人才84、85、86左右。查某人差不多78、79。啊，这种平均寿命以上的人啊，我做甲叮当者，啊，唔知安怎，唔知咱睡咱玻璃搞了咱睡的安怎，所以我嘛家己我嘛家己惊。是。啊，所以当然迄阵的解剖，其实咱看起来是拢无甲这个疫苗有关联啦，但是大家都是会惊嘛。是。啊，我讲你讲大家会惊，啊，你是看你即摆这做吼愈来愈少咧，你像啊，即摆应该是袂遐严重，袂讲什么做咧，了佫无偌巧去迄其实会愈来愈少啦吼。所以我想咱大家莫遐惊啦吼，啊，我搁要解释一件代志吼，足侪人民间咧讲什么政府咧挡即个疫苗无遐入来吼，干那互你注这 AZ 也无遐好诶，无要入这边，我感觉这大家吼爱小个，执政党若真正要挡这疫苗，伊后边要执政就足困难。是啊，所以我想政府袂去挡这个疫苗诶代志啦。啊，我搁要解释一件代志吼。其实我最爱感谢这2个公司啦，讲实因吼，因处理代替政府处理迄个买这个疫苗吼。讲实是政府有一个，因为政府要处理吼，你看外国做人是讲你也毋是 WHO 承认的国家，有当时要买，有当啰里啰嗦啦，又搁中国这个，所以中国含这个咱的商业。迄个公司咱咧交易吼，较无他代志啦。是，所以咱国家有国家的迄个苦楚伫的，所以我嘛有当时咱做一个台湾人，有当时我感觉讲，有当时咧，你是看咱有足侪，但是咱 WHO 你看，咱有当时要入去 WHO 的总部，无要咱入面的。是啊。伊讲你毋是 WHO 的国家呢。困境真济。中国讲，甲咱讲啦。伊讲，你毋是来要讲，啥物人要插你？我讲迄件代志，咱会知影记的无？是啥物人要插你？谁理你啊？这个国个讲反正国个就是安尼。我是讲做台湾人做悲哀啦，咱嘛是做爱自强啦，袂使讲真迄落啦吼。是。所以我想讲这个疫苗的代志吼，我想大家吼，你若我讲，咱若社区无咧流行迄阵吼，你做你等。当初医护人员嘛，足侪人咧等。是。啊！但是自从迄个社区流行了，有医护人员搁咧等，无，大家管拼命管住啊！是，尤其是医护人员，你看伊无做，伊可能看别人就会传染掉，伊无法度啊。所以我希望即摆的人吼，莫搁选啊，莫搁选啊吼。咱就讲，咱搁莫搁卡电咧，搭咧约迄个什么迄个村的迄个疫苗，搁咧等，你为了等10几20几。你不如就观音定期做迄个 AZ 的啊！是，你即摆已经咧传了，已经咧流行迄阵，你可能要等。啊，等嘛控制你啊呢！我感觉爱小想者。是啦。你有可能咧等迄阵，你就传染着，所以无去等啊啦。你着爱做咧做，无等啦。AZ 嘛好啦，无稀嘛，啊，佫有当下无一定较歹食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有真侪种，咱过去节目嘛讨论过吼 ，AZ 咱讲吼，这个保护力也是有的啦吼，啊讲吼，治病也是讲动静这部分，拢会当来去减轻吼，莫去等啦吼。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吼，未来啦吼，咱讲开放的这个Moderna吼第2档啊做一寡调整，另外 AZ 的这个部分安怎去做一寡调整吼，Moderna 这回吼开放28天后会当来去做第2下有这个咱讲第1类吼医护人员，佮有这个机组人员吼，佮有新的这个负责人吼。另外其他吼，你若做过这个 AZ 也好，做过 Moderna 歹势，你讲吼等10礼拜至12礼拜啦吼，咱讲上侪人为优先来去做过。啊，头拄这个指挥中心嘛讲吼，咱讲改变巧啦吼，可能有这个部分，嘛爱看讲咱疫苗到货这个数量吼来去注射啦吼。另外继续搁请教这人医师吼，伫咧第1现场啦，其实啦吼，咱嘛看到讲，即阵诊所也好，病院也好吼，拢规月伫咧做预防针吼，其他业务量嘛少啊吼。恁讲恁是苦主啦，安尼讲？是，因为咱个人的卫生、公共卫生，咱讲的 MPI，这个大家拢有咧注重，所以一寡传染性的一寡毛病吼，减足侪。是，即内底吼，阮3个吼，2个是耳鼻喉科医生，啊，林秘书是小儿科，阮这叫做重灾户啦吼。所以以我的诊所来讲吼，我真变做
疫苗接种吼专门店啦。哦，专门科的。疫苗这个提议条吼，一工看无几个病人。OK。我有一个感想要甲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到底倒一支疫苗较好啦？AZ 真正较歹噶，咱来看吼。美国总统拜登，买注 AZ。强生，韩国总统，那个文在寅是买注 AZ。德国总统梅克尔第一档伊嘛注 AZ， 伊是第二档才注莫丹娜。所以基本上吼，每一个疫苗拢有伊一个安全性交易的作用。共款伊嘛有副作用啊，大家嘛拢了解。敢有影莫德纳的完全没有副作用吗？欧盟做个研究，莫德纳叫 BNT， 因心脏发炎还是心膜发炎，这比例伫咧大波少年囡仔第二档是较明显。这点到你 AZ 吼是血栓啦，其他其实无遐多会迄个副作用。拄啊林秘书讲了，因为 AZ 入来咱台湾第一批注的就是85岁以上的嘛，所以迄尾啊证明这所有因为时间有牵连，但是尾啊有部分人去解破了、破度了，发现讲交注疫苗无关系啊。我第二个感想是安尼，伫咧过去流行感冒的时候。咱的国产的国光啊疫苗吼，第一个生产出来，第一个就配合阮这个医护人员来注这，所以伫咧迄个时间点，大部分的人拢认为讲进口的原装的较好，咱国光的个性较无较好。啊，要安怎甲百姓，咱的百姓说明，咱就只有讲国家配什么疫苗，咱就来注什么疫苗。啊，我是注上歹，嘛是活较好好啊。吼，所以基本上。用这个来做说明吼，应该 AZ 疫苗，咱大家来努力。大家我的诊所，民众来打电话，甲我写FB，也是赖互我的，我预约的即阵要换600个，内底拢少年囡仔，占大多数。因拢甲我讲，有就好，啥物牌拢袂要紧。我一个朋友伫咧树林叫罗州，伊是小儿科诊所，伊嘛好心。佛心来的啦，就叫因的同仁设计迄个预约表单，互大家去登记。先袂到，无到24点前，伊就甲迄预约表单全部关起掉啦。因为伊伫咧树林交罗州这两个诊所，是24点钟无到，预约5000个啦。这内底吼，少年囡仔占90%。90%。内底。有疫苗可以选，大部分拢甲你讲，什么品牌有疫苗，伊拢愿意做。疫苗吼高成哈。高成。OK。叫我逐支打电话，也是讲用 FB 来甲我预约的，我看了状况是共款。OK。这个意思就是讲吼，拄啊虽然讲起来，一定坚持讲要注莫德纳，6成左右。其他拄啊讲的袂要紧，2项有就好。这3成外，是啊，坚持来支持 AZ 的5%左右啊。这个是50岁以上啊。是，但是咱的年龄已经看到这状况，看到这年龄，敢有可能紧来甲降低到30岁，降低到18岁？是，等于你有心想要做的，马上国家就提供疫苗互你做。有影，每一啊做会到的时啊，无论你什么品牌，迄个保护力伊就走出来。尤其咱讲吼，买疫苗内底啦 ，AZ 内底是上济啦。咱讲吼，无论是甲 AZ 这个原厂买，也是甲这个 COVAX 系统来去买，拢是 AZ 占大多数啦。若是要讲展现到咱台湾人，咱讲50岁以下，甲这18岁以上吼，这年龄层这骹头也袂当住着。咱讲吼，第10类以外，咱讲开放。这个疫苗平台会当来去做另外这个登记 ，AZ 的部分，咱讲把这个涵盖率拢甲添起来，咱讲吼，这个部分咱涵盖率唔只会当伫7月底吼变2.5%啦吼，所以这嘛是一大重点吼，指挥中心会当另外去思考这个部分吼，就是讲疫苗平台你即阵已经有啊啦吼，若是讲看到讲啊 AZ 你著要等3礼拜拢注了，但是也有剩的这个时阵要安怎？咱讲第10类以外这个部分，拢会当赶紧甲伊 call 下来啦吼。另外，咱嘛来继续讲到吼，这个马仔就是讲这个12点过啦吼，咱就当讲到
是这个未解封啊，但是针对这个未解封哦，咱讲中央有一寡这个做法，但是县市政府有当时啊都无甲你信到啦吼，有当时啊都讲啊，考量到这个疫情这个部分内底，也有一寡春酒的这部分啦吼，咱看到讲即阵吼，这个开放着要伫内底食，无喺内底食吼，其实吼政府吼，咱讲中央政府有一套标准，但是买手。这地方政府吼，敢若平学啦，会当伫内底食，但是咱看到讲，关于讲吼，这个湘北市，也是讲吼，一寡运动场所，也是电影院吼，拢嘛是有另外一种考量吼，甲中央拢无共调啦吼。另外，咱看到讲明仔吼，这个开始啦吼，就是一寡场所也好，也是讲吼，这个旅行团安怎来去做一寡旅行的这个准备，尤其咱看到讲，无法度开放伫内底食物件。啊，这因要安怎去做一个旅行社的这个安排？你要互伊伫车顶食吗？但是伫车顶食2个人，你还是讲9个人内底，你拢无法度甲这个喙炎摕掉去，要安怎来去应用？吼，咱有一个报道，先做来看。7月13，国家风景区就有条件来开放。东海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已经开始做景点便所的大消毒，户外椅啊嘛拢有搭梅花座的标识。景点的出入口嘛有搭一个管制站。会确实管制出入车辆的数量，目前停车场敢若会当停6成半尔。那我们现在现场也大概都已经完成整个配置哈，就是以隔开一个空格的这个停车位来这样做一个布设哈。东管处强调讲，目前卖场会采取部分开放，不过袂当哪行哪食，也若海边的区域是拢无开放，且民众都唔通入去。东管处会派人加强劝导。也若大东关唱国地区的景点，敢若有关山清水公园，会以中央管制规范来开放。不过，地上的波浪大道、甲大坡地嘛是依次无开放。不过，同一个地区有的户外空间会当开放，有的煞无开放，有的设施有开放使用，有的阁无开放，后面就是感觉真困扰。大东关政府呼吁中央，都要赶紧制定全国统一的防疫通行日程。疫苗护照不只是出国，我觉得包含在国内，其实我们在还没有完全降为0之前呢，其实都有必要可以作为身份安全认证的一个机制。县府强调讲，尤其是绿岛甲兰屿2个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这2个离岛虽然客轮拢是依次停航到26，不过防疫警戒并若降级，侪游客可能就会溢入来。即卖也无明确身份安全认证的机制，可能会互离岛的居民是更较烦恼防疫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讲到吼有未解封，但是吼其实咱看到讲吼，这个中央吼甲这个地方也受一寡这个无共的做法啦，尤其伫咧你要搁杀国吼，这个国内这个旅游吼，9个人会当出团，但是9个人出团内底，你有诶要去吼室外啊室内拢总无方便吼，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春秋吼？其实咧讲吼，自由行也是这个主流吼，也是讲即阵也是这个全国3级警戒，慢咧拍走啦。你继续请教周律师。其实吼，咱即摆的条件吼，要去甲迄个降去第2级吼，应该是咱只无欠即个条件啦吼。但是因为即摆已经差不多要2个月啊吼，各行各业吼，有诶嘛是咧哀叫啦吼。像讲咱台湾人啦吼，真侪人拢真有志气啦，讲我吼你莫疏困不要紧，等你互我出来做生意吼，我家己来趁食吼，我也免讲你政府敢若咧分我共款吼。其实咱咱嘛是爱甲鼓励吼，但是咱即个若讲吼，你即个第3级含即个第2级吼，其实差介侪。比如讲你若降级的时阵吼，甲第2级吼，室内是会使700个哦，室外会使500个啦吼，佫种啥吼，迄是差介侪。所以至于中心即马吼，其实吼，我感觉啦吼，不但是即马啦吼，也是讲吼26个时阵吼，咱有法度甲解除无，也是讲吼，一步一步吼，慢慢啊开放吼。我想这是一个方法吼，因为咱即个台湾吼，即摆的病例来讲吼，嘛是还佫真侪拢伫咱一个湘北市一个北部嘛，伫个中南部咱都已经家庭已经真遐尼久啊吼，遐个民众来讲吼，伊嘛是讲阮遮都已经拢敢若社区拢较清气啊吼，咁袂使讲吼，互咱一个吼较自由就是安尼吼，因为逐个吼已经时间久啊嘛，挡袂牢啦吼。但是吼，这指挥中心吼，其实伊嘛会使啥物拢莫做，讲无嘛个咱佫小忍耐一下。伊嘛会使啥物拢莫做啊吼，但是吼，咱吼定即个规则出来吼，我感觉定了吼，毋是讲吼真圆满来讲吼，伊嘛是有定啦吼。咱定一个规则就讲吼，你莫超过这，你一个内底吼，你嘛会使甲即马共款，莫超过这吼，互你去春秋嘛吼，互你地方政府吼，互看你讲吼，你的迄个所在是毋是你感觉讲会使去做遐，还是讲吼，你遐内底的人民伊的期望是啥吼？其实吼，即个指挥中心吼，比如我若即马改掉的人吼，伊也讲吼，
改了无介多啦，伊嘛是咧念嘛吼，啊话无改着讲啊别人有改，我也无改着。其实伊做这个代志吼是袂讲吼，大家拢甲学落的，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这是一个大原则啦吼。是。讲咱讲吼，13甲26这个中间内底，咱讲未来可能会当更较好的这个部分，咱用着这个吼原则，咱一步一脚印安尼啦吼。是因为吼，你若讲吼马上甲减要立即落去吼，哦，这就真危险。因为吼，咱若看讲后面吼真侪吼，伊个吼解封了吼，啊佫起来吼，啊付出的代价实在真大啦吼。所以吼，咱一定要。永世人相欠债，到大海也袂清。爱相信，咱一定会搁。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平安哦，部长。